我自己有一句格言，紀錄係用嚟創造和打破嘅。呢一部機創造咗我收機最高效能嘅紀錄，當然亦係最高回收價嘅紀錄。9950X CPU 未係最頂 ，Kingston 128GB RAM， 兩條64GB 套裝，呢一對 RAM 可以買到一部電腦。三星9100 Pro 4T， 重點係佢僅先係用咗11個鐘。三星990 Pro 2T 大路嘢，華碩 TUF 5090顯示卡新淨靚仔，ProArt PA602 機箱，超大把嘅風扇，ProArt 420mm 水冷散熱，大機箱配大等排散熱，是 Sonic 1006火牛，識買一定係買呢一款，又可以幫阿媽慳電費。喺目前 RAM SSD 5090都貴到堅離地嘅行情下，以最高回收價去收呢一部機實屬唔易，回收價仲要高過當初嘅買入價。你哋買嘢貴咗，我哋做回收一樣係要跟住市場嘅價格走勢去做。電腦主機回收即時報價，即日上門搬運，極速變現，唔係講笑，真係試過凌晨12點鐘上門收機，一個電話報價即收。歡迎 WhatsApp 93387733。